返到屋企，眼前係無邊嘅海。但一個家唔止靠風景，呢個 LP 10嘅1500尺單位，設計師點樣將光、材質同生活習慣編織成一家三口嘅理想家呢？故事由客飯廳開始，長形空間點樣避免過於單調呢？今次呢個單位都有1500尺嘅，咁我都有好多發揮嘅空間可以做到嘅。咁例如呢間屋咧，我哋都比較着重一啲氣氛燈啦、柔和嘅顏色啦，同埋一啲線條嘅質感。電視牆以藝術漆鋪層，紋理同高貴線條互相呼應，令空間有咗深度。做咗一個輕重嘅感覺，一邊就係着重質感，一邊就着重線條感。嚟到飯廳，圓形鏡子成為